Yo，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又一集嘅轉會消息啊！咁呢個轉會窗咧進入白熱化階段啦，越嚟越誇張啦。洛迪咧越嚟越大機會離開曼城去巴塞啦，熱刺嗰邊啊又開始清洗人啦。咁最後咧，曼聯又仲有少少更新啦，福哥嗰邊又真正咁樣回歸咗球隊等等啦，而呢啲咧仲未計阿仙奴啊、利物浦同埋其他嘅英超球隊同一時間咧都有啲動作㗎。咁即係你朝早睇一次轉會新聞，去到夜晚成個版面已經完全唔同晒啦。咁所以今集啊，我哋會將呢幾日最新嘅轉會消息咧，都同大家一一拆解啦。咁跟住最後會再好快咁講一講邊一啲值得留意嘅交易咧，已經係完成咗啦。咁啊，盧卡古嗰邊啊，同埋曼城又簽咗啲新人，阿仙奴又清洗緊啲球員等等啦。咁我喺正式開始之前咧，都有一句啊，中意記住撳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分享出俾更多嘅人睇到啊！你有對於洛迪啊去巴塞呢一單重磅新聞有咩睇法咧？歡迎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啊！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啦。咁今條片最大一單咧，一定就係洛迪去巴塞啊！因為而家已經係去到談判嘅白熱化階段噶啦。巴塞之前第一份報價大約係4500萬歐啦，但係曼城咧係直接拒絕嘅。佢哋係想大約去到7000萬左右啦。咁最新啊，巴塞將佢報價提高到大約6000萬歐，包括可能嘅 add-on 啦。咁呢單嘢難搞啲嘅，因為曼城就想要多啲錢啦，但係巴塞咧就通常都係唔會同你加磨你，跟住就同個球員方面咧兩邊夾埋去逼你啊，去到最後咧要將佢賣走嘅。咁因為洛迪已經講到明話佢想去巴塞噶啦，咁曼城應該可能喺度等緊另一邊簽緊人啦，即係如果佢另一邊順利嘅話，咁佢就應該唔會話太阻攔嘅。咁4500萬歐係真係少得滯嘅，6000萬我覺得就已經算合理噶啦。所以我覺得呢單嘢咧完成到都係時間問題啫，可能最快過多一個禮拜內啦就會官宣噶啦，好大機會。咁更加重要嘅係頭先講到啦，曼城咧喺度準備緊一個冇洛迪嘅未來啊。咁佢哋先簽低咗安達臣啦，咁而家咧就更加接近簽低里爾嘅中場啊，呢個摩洛哥新星保亞迪啊，交易價值啊據報可以去到大約8500萬磅嘅，而球員方面已經就個人條款同曼城達成協議噶啦。呢兩單嘢咧，相信係環環相扣嘅，是但一邊進展得好咧，咁而另一邊咧都會一齊加速噶啦，咁所以佢哋好有機會啊，可能係同時即係官宣都唔出奇噶。咁啊，跟住咧嚟到熱刺方面啊，短短一日內啊，隊長羅美路咧已經接近正式加盟馬體會啦。然後佢哋嘅閘位史賓斯咧，竟然啊係傳去國際米蘭啊，應唔應該話傳啊？應該係話已經係時間問題嘅官宣嗰邊。咁先講呢兩位後防球員啦，咁羅美路嗰度咧，其實就已經傾咗一段時間噶啦，咁但係咧最新進展突然加速啊，因為羅美路其實本來就已經同馬體會嗰邊就個人條款達成共識噶啦，而佢本人亦都一直咧以馬體會視為首選噶，咁熱刺嗰邊都亦都進入咗最後嘅談判階段啦，而去到最新咧已經去到 Here we go 嘅階段噶啦。咁雖然一度有傳出話羅美路想去阿仙奴啦，但係呢個熱刺嘅死敵，咁其實就難啲嘅。咁而佢最後都係想去西班牙嗰邊踢波啊。咁所以佢今個夏天咧，基本上就會離開熱刺噶啦。咁不過馬體會呢班交易咧，其實都幾順理成章嘅。咁相信大家都知道。羅美路嘅球風咧本身就係非常之 aggressive 嘅，咁而斯蒙尼嘅馬體會喺個性同球風之上啊，幾乎咧就係一個完美嘅搭配啊！呢兩個即係呢個球員同呢隊波。咁但係熱刺點解會肯放自己隊長咧？咁其實就係呢個決定未必係突然嘅。羅美路本身已經有離隊意願啦，而迪沙比接手之後一早就已經開始整理中堅嘅位置噶啦，有雲克基啦同埋新尼斯嘅。咁而雲達芬亦都繼續成為新計劃嘅核心啦，所以呢單與其話係熱刺突然冇咗隊長，更加似係迪沙比正式咁不停咁清洗。而另一個比較令人意外嘅清洗就係英格蘭嘅國腳 Jet Spence 竟然係肯放佢去國際米蘭嘅。咁呢單嘢交易價值大約3150萬歐元或者3000萬磅左右嘅價錢啦。咁
咁呢單頭先都講到我真係覺得非常之意外嘅，就因為其實 Spence 喺世界盃之後嗰個能力咧明顯係提升咗嘅，加上可以踢左右兩邊啦，運動能力又強，正常你會覺得迪沙比應該幾中意呢種閘位嘅。但係報道指啦 ，Spence 希望有更穩定嘅正選時間，而熱刺咧亦都願意俾佢一間海外嘅大球會啊。咁有熱刺球迷就話，即係迪沙比其實就唔中意用佢嘅，甚至反而係寧願用烏道治啊，或者係用翻羅拔臣咧，係會更加好嘅。咁我覺得可惜嘅，因為其實我就俾呢個世界盃 Jed Spence 嘅表現咧係真係有少少驚豔到嘅。咁所以我希望佢原本留翻喺英超繼續踢啦，甚至啊〜即係有諗過，如果呢個價錢3000萬鎊，曼聯又要左閘，其實會唔會簽佢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咧。如果肯俾佢離隊的話，咁但係睇嚟熱刺就唔肯放俾自己聯賽嘅對手啊。咁所以最後國際米蘭就買咗佢翻去啦。咁所以如果羅美路同 Spence 兩單都完成的話咧，咁佢哋就會幫熱刺收翻一筆唔細嘅資金啦。咁跟住落嚟啊，就嚟到第三單熱刺喺度籌謀緊嘅交易啦。一路講緊熱刺想買一個新嘅前鋒啊，咁而佢哋啊就將矛頭擺咗喺美國嘅前鋒巴洛根上邊啦。咁據報佢哋已經開始為交易鋪路噶啦，而摩納哥咧對巴洛根嘅估值大約去到6000萬歐元嘅。咁呢單嘢暫時都非常之早期啫，未去到話有正式嘅個人條款協議啊，或者係甚至 here we go 嘅階段嘅。但我覺得個 profile 幾合理嘅。巴洛根跑得啦，速度快啦，而且亦都可以喺 transition 入邊咧自己去攻擊空位嘅。咁如果你睇迪沙比過往啲球隊，佢其實就幾需要一個識得不停咁拉開對方防線，利用中堅身後空位嘅前鋒啊。咁所以巴洛根未必係最傳統嗰種target man 啦，但係同熱刺而家想建立嘅高速度進攻咧係有得諗下嘅。跟住落嚟到曼聯方面啦，咁曼聯呢度就唔係太多嘢講嘅，咁我哋先講下福哥重新融入曼聯啦。咁其實上條片都有講過，咁呢度就唔會講太多嘅。咁但係暫時睇落咧，福哥就唔會再外借噶啦，目前已經係完全係重新融入翻一隊嘅球隊啦，參與緊 pre-season 啦，亦都係跟隨去到愛爾蘭集訓嘅。咁啱啱踢完嘅呢場列斯聯啦，就冇喺後備席啦，亦都冇上陣噶。咁但係睇完列斯聯呢場波咧，咁下半場啊，卡維克係將古拿咧擺咗喺正中鋒嘅，咁而呢個小將泰蘭湯神啊就喺左翼啦。咁其實佢又踢得幾好，咁有機會咧可以真係攞嚟用下。咁如果攞咗佢嚟用，跟住再擺埋福哥喺左邊咧，咁古拿喺正中鋒的話咧，咁其實嗰個問題分分鐘解決咗咯，又唔使補左翼啦，前鋒亦都唔使補嘅。古拿雖然唔係一個傳統嘅9號位啦，但係佢喺巴西都係踢前呢個中鋒噶嘛，咁所以適應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多股方面，咁可能左邊泰蘭湯神就做3號左翼，咁呢個福仔同埋多股打左邊，甚至將多股擺翻去左閘，都唔係話完全唔得嘅。不過關於福哥最大嘅問題就係睇下佢可唔可以真係保持健康啦，肯跑同埋肯接受卡維克俾佢嘅角色啦。咁不過其實佢都知道要放低身段㗎，如果唔係咧，佢都見到佢嘅老友辛祖啊，究竟係而家變成咩狀況？要去第10級別嘅球會借場嚟練波，一個曾經啊，即係叫做巔峰啦，叫做話嘅時候都可以話係曼聯非常倚重嘅翼鋒，而家竟然去到 free agent 都冇人要。咁 anyway 啦，跟住另一單咧，就呢幾日比較多人講嘅就係阿仙奴嘅 Lewis Skelly 咧去曼聯噶。咁呢單嘢其實就即係只限傳聞啫。首先我覺得阿仙奴未必想放啦，除非真係有個好合理嘅價錢啦。咁跟住 Lewis Skelly 亦都未必自己想走嘅，雖然佢想爭取更多嘅上陣機會啦。但目前嘅說法都係多偏向話佢想留隊多嘅。咁有報道就提到阿仙奴大約希望收到4500萬鎊左右嘅價錢啦。咁甚至有報道咧係價錢甚至去到6000萬鎊噶。咁曼聯當然就對呢個數字係絕對有保留嘅。
雖然有傳聞，但係呢單嘢我覺得根本冇可能發生。就算離隊，我都覺得佢係唔會嚟，唔係嚟曼聯咯。因為曼聯首先唔捨得俾呢個價錢。咁我嚟到阿仙奴方面啦，前面買完人啦，中場又加咗 Bruno G 之後咧，而家開始慢慢處理一批出場時間可能會下降嘅球員啦。其中兩個值得留意嘅就係兩個 Gabriel 啊，一個就係加比爾謝薩斯，而另一個就係馬天尼尼啦。先講耶穌仔啦，加比爾謝薩斯啦。最新消息咧係拿波利對佢有興趣嘅。咁拿波利對佢有興趣就因為佢哋嘅原本嘅前鋒啊盧卡古係轉咗會嘅。咁我哋之後會再跟住呢條片嘅片尾啦會講㗎。咁報道咧，阿仙奴可能會接受大約2000萬歐元左右嘅價錢啦。呢單嘢就完全唔意外嘅，因為上季其實都已經講緊賣㗎啦，不過最後冇乜合適嘅買家。阿仙奴嘅前鋒又傷得幾多下，咁所以就攞佢嚟用下咁咯。咁而家合約其實佢剩低最後一年嘅啫。咁加上阿仙奴嘅前場選擇咧，其實就即係傷員翻嚟就越嚟越多啦。咁夏天只要有人肯出一個合理價錢咧，就基本上一定會賣㗎啦。暫時消息都係非常早期啫，但係相信咧，如果真係去拿波里嘅話，好快就會有更多嘅消息，甚至 here we go 嘅。咁呢第二單啦，馬天尼利咧傳緊啊去加拉塔沙萊啊。咁最新報道就話加拉塔沙萊已經向阿仙奴提出大約3800萬鎊嘅報價。咁呢單嘢咧已經係有實質必㗎啦，同加比爾謝薩斯嗰單唔同嘅。更加關鍵嘅係咧，佢而家同樣淨係剩低1年嘅合約。雖然阿仙奴有延長嘅選項，但係如果今季再唔賣咧，球員價值只會越嚟越難控制啊。而上季馬天尼利喺聯賽入波數跌得幾明顯㗎，30場入得1個波，所以我覺得阿仙奴咧真係會認真考慮嘅。咁問題係3800萬鎊夠唔夠咧？呢個價錢？馬天尼利咧依然只係25歲嘅啫，以前又證明過啦，自己可以喺英超做到雙位數嘅入波，而佢最大嘅價值係上季佢喺歐聯嘅發揮啊。喺世界盃嘅時候咧，肥安亦都用過佢打中場啦，咁但係阿仙奴中場已經夠多人噶啦，唔會擺佢落去，所以佢都只係可以踢翼嘅啫。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我覺得阿仙奴未必真係會賣嘅，因為佢哋要再揾個替代人選咧。而家目前左翼買一個索列斯啦，但係索列斯雖然喺比甲嘅數據係好好，咁但係嚟到英超就唔係嗰回事啦，而且甚至係比利時聯賽都唔係5大聯賽啦，咁會降得更加犀利嘅。咁而仲有邊個可以打到左邊呢？唔通真係擺個艾斯上嚟咩？咁 anyway 啦，阿仙奴嘅消息就嚟到呢度啦，跟住落嚟啊，利物浦都有單重磅嘅消息喎，就係佢哋喺巴塞隆拿咧租到呢個艾拿奧祖過嚟啊，咁就官方已經確認咗噶啦，會留1年嘅。咁交易入邊啦，仲包括咗大約4700萬鎊嘅買斷條款噶啦。咁呢單嘢就幾有趣嘅，因為艾拿奧祖其實上季都跌得幾犀利啊。咁巴塞嘅球迷亦都成日笑佢啦，就話佢廢啊！哇，先走一個費蘭托利斯，再走一個艾拿奧祖，巴塞係咪要起飛咧？就講笑啫。咁其實我自己幾中意費蘭托利斯嘅，艾拿奧祖難講啲，呢個我唔多講啦，因為冇乜特別嘅感覺啦對佢。咁租佢過嚟咧，合理嘅，因為其實利物浦而家後防傷兵都幾誇張啦。祖高美斯季前賽第一場已經肌肉受傷啦，佢哋買翻嚟原本話雲迪克嘅接班人利奧尼咧，仲喺 ACL 嘅傷患恢復期嘅。今個夏天加入嘅小將積基咧，亦都係有傷噶。咁所以現階段真正完全健康可以穩定踢正選嘅成熟中堅，幾乎淨係剩低35歲嘅雲迪克。右閘嘅情況亦都唔理想啊，岡拿巴特里咧仲係受緊失傷嘅影響，費林邦上個亦都受到傷患困擾啦，加上其實佢踢右閘嘅水平真係唔係好掂嘅，所以艾拿奧祖或者阿羅祖咧就最大價值咧就因為佢唔只可以踢中堅，必要時右閘都可以頂下嘅。咁對而家利物浦嚟講呢種嘅flexibility 咧就好實際啦。咁但係你話揾佢過嚟做雲迪克嘅拍檔，因為睇個勢咧，佢就係嚟頂高拿迪嘅。咁睇份 CV 梗係冇問題啦，27歲，幫巴塞踢過超過200場嘅一隊比賽，贏過3次嘅西甲，本身亦都曾經係球隊其中一個隊長嚟嘅。
所以佢表面上佢帶到嚟嘅係即戰力、對抗速度同埋頂級比賽經驗。尤其是係利物浦如果想將防線推高的話咧，阿羅祖咧就喺巴塞成日追翻身後嘅中堅啦，呢一種嘅球員喺巴塞踢開噶嘛，即係巴塞成日都將條線壓到勁鬼前嘅，然後之後嗰個越位陷阱一失敗咧，後面就一大片空位俾個對面前鋒任跑，咁所以佢就啱晒噶啦。咁但係風險啊當然有啦，佢上季喺巴塞咧聯賽就係正選過11場嘅咋，古巴斯同埋呢個 Gerard Martin 咧逐漸成為費力克更加常用嘅中堅組合啦。咁佢就一定唔會好似高拿迪咁好噶啦。咁高拿迪雖然有一段時間就神經刀少少啦，但係我覺得佢點都係好阿羅祖嘅。咁但係如果阿羅祖可以保持健康，再揾翻少少狀態的話咧，利物浦都唔算話完全災難嘅一個後防。因為如果艾拿奧祖揾唔到狀態，再搭個老將雲迪克喺隔離咧，利物浦條防線都咪話唔係，即係都咪話唔係只做嘅。再加埋伊拉奧拿嘅踢法咧，利物浦其實下季條防線真係唔係好掂啊！咁而家再繼續講落去咧，越講就好似越差咁啦。咁睇下到時開季會踢成點啦。咁 anyway 啦，跟住剩低幾單咧，我哋好快咁講啦。先講盧卡古啊，盧卡古咧又轉會啦。費倫巴治嗰邊咧已經正式確認簽入盧卡古，合約係1+1嘅。33歲嘅盧卡古咧，今次離開拿波利去土耳其啦，方向其實好清楚啦。費倫巴治嗰邊要買一個而家就可以入到波、打歐洲賽同埋有大賽經驗嘅中鋒，而土超嘅環境，盧卡古如果保持健康嘅話咧，我完全唔意外佢可以交出幾誇張嘅入球數字啊！今屆嘅世界盃佢代替比利時啦，後備上陣啊，通常就後邊45分鐘上嚟嘅啫，基本上一上嚟就有波入噶啦。比利時成日上半場咧落後1-0咁樣嘅，跟住抌個盧卡古上去咧就即刻追翻和啊，好鬼誇張嘅。去到世界盃後段咧，基本上見到比利時1-0，跟住我就已經可以諗定話 OK， 下半場佢哋換個盧卡古上嚟咪1-1咯，冇乜問題啊。諗住唔會次次都咁順利噶嘛，點知佢又真係次次都同你可以變魔術咁樣真係變出嚟，真係有啲誇張啊。咁 anyway 啦，跟住第二單咧就奧斯文迪奧文迪就由士砵亭嗰邊啦加盟咗諾定咸森林嘅，簽約4年啊。今日對利華嘅季前賽咧，更加已經安排佢首次代表球隊上陣噶啦。22歲，非常年輕，但已經有歐洲賽同國際賽經驗啊，身體條件啦同埋1對1嘅防守能力都幾突出嘅。咁森林啊，好大機會咧買咗一個幾年之後價值再升一大截嘅資產，呢筆我會幾期待下嘅。然後曼城方面亦都正式宣布啊，呢個勞利咧由馬賽加盟啊，簽約2年去到28年嘅。呢單好簡單直接啦，因為曼城有當拿羅馬做1號門將，咁勞利咧主要就提供經驗同埋可靠後備啦。34歲噶啦，贏過歐霸杯啦，又係阿根廷世界盃嘅冠軍成員嚟噶。咁因為最主要就因為列斯聯買咗查福特啦，咁查福特當然就唔甘心做後備啦，好合理嘅。咁所以你買翻一個就係做後備嘅料嘅門將翻嚟，非常之合理嘅一筆交易啊！咁跟住落嚟啦，最後一單啦，呢單咧其實幾搞笑嘅，班蘭莊信就換呢個 Dwight McNeil 啊，水晶宮同愛華頓係直接交換嘅，兩邊球會都已經正式官宣嘅啦。Johnson 咧就同愛華頓簽約4年啦，McNeil 亦都同水晶宮簽約到2030嘅。最有趣嘅係咧，Johnson 其實今年1月咧先至大約3500萬鎊加盟水晶宮啦，半季之後就已經走咗啦。而McNeil之前本身就曾經接近加盟水晶宮嘅，所以某程度上兩間球會用緊一個自己唔太適合嘅翼鋒，換一個可能更加適合新環境嘅人啊。咁有網民啦就即係講搞笑咁樣啦，拍埋啲搞笑片就話模擬啊呢個水晶宮同愛華頓嘅談判電話咁樣啦，就話係水晶宮話愛華頓想買班蘭莊信，跟住佢就話嗱，我哋俾個球員你交換，再你加幾多錢你噏啦。咁跟住咧水晶宮就話我哋要Dwight McNeil啦，然後愛華頓話Dwight McNeil啊，好冇問題，你仲想要幾多錢啊？咁水晶宮話唔使錢啊，你直接換得啦。跟住愛華頓話好，咁冇問題，我車埋佢去你度啦。咁啊就證明咗喺球迷嘅心目中咧，邊一個球員喺佢哋心目中比較勁啲啦。咁我自己都原本幾意外嘅，因為我覺得班蘭莊信即係佢唔係好勁，但係都未至於話直接換一個我都唔係好識嘅Dwight McNeil，我都唔知
唔係好知佢有咁嘅人啊，甚至有時咁，但係睇翻啲數據，其實兩個真係差唔多水平，仲年齡都係爭1歲，咁所以呢單嘢睇翻啲客觀嘅因素又幾合理嘅。呢一單交易可能就係睇下換個教練換個體系，可唔可以救翻起呢個球員啦？因為以前班蘭莊信喺熱刺踢奧普嗰套嘅時候咧，佢係入波入好多嘅，咁即係唔係話佢係啲咩進攻重心啦，但係佢嘅職責咧就係執雞同埋負責踢面咧，咁但係佢做到啊，咁就有入波有數據。咁所以就係咁啦，暫時啊轉會窗咧都係越嚟越爆炸。咁之前維尼蘇斯單嘢先落幕啦，咁而家又嚟到洛迪呢邊繼續起啦。咁但係相信咧都係仲未完嘅，都仲有成3個禮拜左右啊，先至去到轉會窗結束9月1號啊。但係咧賽季係差唔多開始啦，咁所以越嚟越多嘅足球消息咧都會越不停咁出嚟嘅。咁我非常期待啦。相信咁多位咧都同我一樣咁期待嘅。咁好啦 ，anyway 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我哋會繼續同大家跟進轉會消息啦，同埋其他嘅球會消息嘅。咁多謝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